家最成功的音乐，伊嘛是因为受到较早的咯，因家己文化有关系。所以我就感觉安尼，我一定爱来了解一下，比如讲台湾话、语言嘛，啊，还有音乐的嘛。阮定定咧讲，阮是小狗啦。小狗，因为阮讲话拢是就无正经，无正经的啊。我感觉玩团啊，就是要气氛好，这是阮介意的物件。